人生充满着未知，很多事情你想都想不到。现在是晚上10点，我要带着镜子去外婆家，接上外婆，3个人出发去演出。Nice。很多朋友肯定会问，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我们赶时间，一会儿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慢慢和大家说。阿姨，这几天辛苦你了，要一个人照顾宝宝了。不要紧的，你们放心去演出吧。这次演出要出去好几天的，为了防止毒奶，还要带上吸奶器。我们是昨天接到的央视电话，他们说要在苏州拍一个大型的民族文化类的纪录片，里面要用到评弹，需要3名演员。然后导演就问我说：“你们家3位能不能参加？”我当时就一愣，3个人，我想小刘才1个多月。后来导演说不是的，另外一个是你们家外婆。我听了之后心里是有点打鼓的。因为外婆毕竟82岁了，而且这么热的天还要在外面住上几天，我就说让我给外婆打个电话，看看她同不同意。结果外婆听了之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外婆和我说，现在评弹已经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，她能够在这么大的年龄还能唱评弹给大家听，她觉得是最幸福的事。晚上街上很空，开过来很快。其实之前央视已经好几次邀请外婆去北京录节目了，但是都没去成，因为前2年疫情。后来我和镜子去了2次北京，都没办法带上外婆。那么这次央视能够到苏州来拍，外婆还能够上，正好弥补一下之前的遗憾。老婆，那边不认得咋？那边，老婆呢？啊，你已经困着了。老婆今天辛苦你了，你半夜里出发给你看，但是你皮包椅子弄还走一走。我你摆摆。老婆一道台演是低名一男，讲了让全国1个年龄阶段，基本上你是唱得最嗨的。俺开了开。我来开。不晓得个人当子你出去旅游的，老婆。我真心领带啊。老婆，你现在出发带李过镇去。还有1个钟头呀。开单搿搭50公里。弄了慢点啊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接到外婆了，准备出发去里里古镇。因为这次前面2场戏都是在里里。为什么要晚上出发呢？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，就是第1场彩排是早上7点，所以要提前1晚住过去，不然早上再从市中心开过去的话，肯定会堵，那就来不及了。Later。这个酒店看着还不错哎，叫梨花建国酒店，不知道晚上住的怎么样，应该是里里这边最好的了。你好，我们来拿一下房卡。我们订好的，我们是那个央视那个纪录片节目组。今天有住过吗？今天没住，我们晚上才刚到这里。人脸识别。验证不通过，请重新验证。老爸是因为你到此头一胎了，第2次验证就通过了，果然是因为戴了假发。哇，这房间还是不错，一个大床。老婆，你要进去了家？你要进去的，你坐了你隔壁。咁老婆，你还还去休息啊？你先过去着。你从3月份睡过宾馆子吧？被头是垫了下头的。祝你一夜到天亮啊！拜拜。这个浴室也挺好的，赶紧洗洗澡，要睡觉了。朋友们，我们要休息了，拜拜。